北方的油菜花5月底开的正好，我又来清徐西怀远村这边看油菜花了。去年来的晚了些，没有看到盛花期，这天终于看到了油菜花绽放的花海。3月份去南方的时候，回来坐着高铁，一路上都是绽放的油菜花，特别美丽。有成片的油菜花，在太原并不多，而且这里是免费开放的，停车也很方便。这里还装饰有各种供游人打